包要放前面。牽引車嘅聲你係聽到嘅，係咯，個車嘅機頭我已經聽到啦，係咪先 ？OK，第二而家係撻着緊嘅機頭聲。而家開咗1號，而家開緊2號人車。聲喺嗰邊嚟嘅，咁而家有引擎打緊氣，加緊將個機艙加緊下啦，就自然就會涼好多啦，上機艙。見到架飛機喐，但係聽唔到聲就係拖車啦，我哋就先叫做啦。拖車啊！我哋嘅推，我哋叫推機車，我哋推我哋自己嘅牽引，即係話牽引個字就本身包含推同埋拖咯。呢個就係叫拖車，係啲俗稱嚟嘅啫。俗稱係叫拖車，其實佢啲牽引係推同埋拉都得。推拉。
反翻轉咗。唔係，如果去啊，如果去就朝早緊呢邊，下晝緊嗰邊。冇錯，係啦。如果朝頭早去就緊呢邊，下晝翻嚟都係緊呢邊。係啊，11:22。有咩作用？
你好彩喎，可能有機會用中跑道。點解中跑道就會好彩啊？好少中跑道起飛嘅，所以就朝頭早繁忙時間，中跑道同北跑道其實都係降落到呢度。佢繁忙係因為咩繁忙？係啲貨機繁忙定係咩？空域繁忙。空域繁忙。南同埋中兩條跑道中間相隔嘅距離大概幾闊度啊？我冇記錯，網上面嘅資料咧係大概500米左右嘅。即係500米啊！咁但係你問係咪？我真係唔記得咗啦。500米。咁啊，中同埋北咧，即係新跑嗰度係咪距離？我哋香港機場係間住咗佢。啊？香港機場係間住咗，因為國際民航組織規定咧，兩條跑道並行嘅時候咧，又要同時滿足起飛同降落咧，第一樣嘢係要機場設計啦，同埋個航燈嘅運作問題咧，係要一定係間距。咁因為香港你都知啦，地少即係笪地咁少咧，其實寸金尺土，所以北跑道咧其實係同中跑道咧嘅距離咧，同中跑道同南跑道嘅距離係曬一樣，先符合到同時起飛同同時降落嘅要求。係啦，我哋用中跑道。三條跑道個大細規模係差唔多係嘛？即係唔會話係一條大一條細嘅。應該三跑應該係後尾起啊，應該會闊啲大啲啩，因為可能有最闊唔係最闊嗰條跑道係北跑，中跑道，最闊最大嗰條。